早期咱台湾是有真侪茶厝，也有茶做的家具，不过即阵是愈来愈罕你看到。为着互囡仔人了解这茶的特性，甲木工的基本知识，中华有台语家庭的集团开一节台语木工课，或者囡仔会当体验抹茶、片希诺奇的香味等等，而且会当用台语了解世间事。看到各种的茶头，做木工的技师，囡仔人拢真好闲，所以来找木工师傅吩咐的，摕砂纸甲茶头的角抹好圆。这个阿姨讲你看是用240还是120的抹砂纸？120的较油还是240的较油？240较油吼。教囡仔就是用抹加国口的这两项。一个，互囡仔去感受伊的气味，加茶的变化。你即马做汉尼，我就甲囡仔讲，希诺奇啥物味？伫伊即捌体验过，感觉讲，我有摸过希诺奇的，我即个物件炸弹，我会摕出来片。过去台湾的窗仔门、窗斗拢是用希诺奇做的，耐水阁袂凹起。木工师傅回收即寡互人拆掉的窗斗，再利用，互囡仔人了解台湾希诺奇的特性甲芳气。台语共学的主办人表示，希望透过各种活动，互囡仔人用台语认捌万行台。旧年开始就是豆豆就是家己找老师来招台语团的共学的活动。头一种就是我拄则讲，互囡仔当无共款的体验。第二种是我感觉老师就是因可能嘛毋捌想过讲，家己的课程竟然当开台语课。中华地区的台语共学目前捌开过8饼料理课、宫庙导览，侪无共的课程。主办人表示，除了要互囡仔人用台语来学习，嘛希望拍开台语的市场，增加大家举办台语体验课意愿，互台语的资源会当拿来拿济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